实在的新闻继续来看立法院，明仔载就要投票来表决掉美国猪进口的行政命令。早起农委会主委陈吉仲特别就广播节目再一次来强调讲，每年的1月开始，民众购买猪肉，或者是其他的加工制品，拢会当看到真清楚的产地标示，爱民众唔免担心。另外，这个小机会来公布到20万人反内地的连署书，这表示有真侪人根本都反对这个内地进口台湾。陈吉仲讲，会加强各甲民众来沟通。为了开放美国猪前4个月，24号立法院要来做上尾投票。面对国民党抗争，陈吉仲搁一摆讲，开放美国猪对国家未来发展是好的。今年可能会上看4000公吨，比去年的猪肉跟猪肉加工品2000多吨成长了将近1倍，所以这样看起来，其实对整个国内，不管对养猪产业或者是相关的食品安全的影响，其实都已经降到最低。除了强调进口美国猪对台湾的国际经贸地位有帮助，同时嘛向家长挂保证，讲内地未出现伫咧学校。其实我们跟教育部已经密切的配合，所有的学校3400多所学校，160几万个学童，在明年1月1号之后的学校午餐，全部都是使用国产食材。不过，消基会22号公布，已经有超过20万人联署反对美国猪，陈吉仲安尼回应。那我想，这个食安的疑虑，一定是要跨部会跟所有的这些团体共同的来执行。那我们非常有信心，我们一定要做到100%来安心所有消费者的这样的一个疑虑。美国猪开放进口行政命令24号会做上尾投票，就算挂保证，民众为包装得当清楚看到原产地。不过，刚用4个月时间就要开放进口，政府配套方案敢真正做好啊？民众心内疑问，还阁等政府回答案。